第四周，禮拜二，撰稿人李興邦。馬太福音第15章29至39節。耶穌離開那地方，來到靠近加利利的海邊，就上山坐下。有許多人到他那裏，帶着瘸子、瞎子、啞巴、有殘疾的和好些別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腳前，他就治好了他們。甚至眾人都稀奇，因為看見啞巴說話，殘疾的痊癒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見，他們就歸榮耀給以色列的上帝。耶穌叫門徒來說：我憐憫這眾人，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裏已經3天，也沒有吃的了。我不願意叫他們餓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門徒說：我們在這野地，哪裏有這麼多的餅，叫這許多人吃飽呢？耶穌說：你們有多少餅？他們說：有7個，還有幾條小魚。他就吩咐眾人坐在地上，拿着這7個餅和幾條魚，祝謝了，擘開，遞給門徒，門徒又遞給眾人。眾人都吃，並且吃飽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裝滿了7個筐子。吃的人，除了婦女孩子，共有4000。耶穌叫眾人散去，就上船，來到馬加丹的境界。經文內容：呢次係另外一次耶穌以少變多嘅神蹟。耶穌喺加利利海邊，有一大班人帶住病患去到佢嗰度，佢就醫好佢哋，以致眾人都驚訝。佢又憐憫呢啲人，因為佢哋已經3日冇嘢食，驚佢哋會餓暈，於是就向門徒發出呢個問題。門徒表示只係有7個餅同埋幾條小魚。耶穌就用門徒附上微小嘅食物，使到4000人食飽，而且有餘有剩。細思慢想，再一次令我哋感動嘅係主耶穌憐憫呢班人。一大班人嚟到呢度，有啲係為咗朋友可以得到醫治，有啲係為咗聽主嘅教導。大家竟然因此3日都冇嘢食。主耶穌憐憫呢班人，滿足佢哋此時此刻嘅身體需要。耶穌憐憫我哋，關心我哋全人嘅需要，包括身體同心靈。耶穌更重視我哋嘅擺上，問門徒有幾多餅。哪怕門徒附上嘅係幾咁微不足道，主嘅心意就係用我哋所有嘅。我哋全然擺上獻俾佢，放喺主手中，而唔係我手中，神蹟就此發生。主祝謝擘開，將餅分俾門徒，再分俾眾人，就係咁樣一個個傳開，大家竟然都食飽，而且有餘有剩。神蹟嘅發生唔單止因為耶穌係主，亦都係因為人願意擺上俾主使用，願意分享同傳遞，先至能夠一齊享受豐盛筵席。向上帝祈禱。主啊，感謝你，你擘開自己嘅生命嚟救贖我哋，賜下天糧嚟養活我哋。我願意同人彼此分享，傳遞開去，一齊飽享豐盛筵席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。檢視一下你所擁有嘅，不論係身外之物，抑或係時間、才能。嘗試同你嘅鄰舍分享，或者送俾有需要嘅群體。反思問題：我哋所睇見嘅經歷同埋轉變，都彰顯主嘅大能。唔好忘記歸榮耀俾上帝。主唔會嫌棄我哋卑微、渺小，
願意使用我哋所有嘅。我哋願意為主獻上啲乜嘢？